大家好啊，歡迎翻嚟我嘅頻道，提提大家記得訂閱我嘅頻道之後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我嘅消息啦。今日就揀咗第十場同埋第11場同大家研究下。首先係第十場三班1200米嘅賽事，預計會擺前面嘅馬有扶搖世勁、開心指數、金髮盛世同埋快活英雄。步速預計呢就係正常嘅，狀態比較差嘅馬有5、6、7、10、11、12。咁可以畫咗佢先啦。留意翻6號巨靈神同埋7號方圓星就有缺貨嘅，狀態比較突出嘅馬有扶搖世勁啦。咁大家就可以喺畫剩嘅馬入邊揀自己嘅心水啦。我都揀咗我嘅心水俾大家參考下。首先係3號扶搖世勁，咁狀態好好啦，跑過幾場泥地，咁上次一個草地贏個姿態，哇咁犀利嘅，咁你冇得唔揀佢啦。希望佢唔係又係嗰啲一鋪得一鋪唔得嗰啲啦。然後就係4號開心指數，咁狀態唔算十足啦，晨操睇佢跳呢就可以接受啦。上場初出311嗰場呢，就係輸俾隻扶搖世勁啊跨境寶馬啦。咁你望一望佢後邊嗰幾隻馬啦，飛馬座再出啊贏啦，三軍勇將再出又贏啦，有熒光再出啊跑第2啦。咁即係311嗰場嘅賽事水準都幾高啦，咁所以都要揀翻佢啦。然後就係1號嘅米奇。咁喺2班都上過名啦，落嚟3班跑。咁上次就氣管有血啦，之後就有照游水照做嘅。咁一縮落嚟跑1200，級數就喺度噶啦。唯一咧就係擔心佢健康又有問題嘅啫。咁隨時掃晒你都唔定嘅，要預翻佢啦。然後就係13號嘅狼來了。咁你睇翻佢上場由出閘到轉彎到入直路衝刺，其實都係唔順嘅。出閘撞咗下啦，直路又撞咗2次啦，咁嘥咗好多時間攞平衡啦。同埋嗰場咧頭2段個步速咧比較慢嘅，咁未發揮到佢真正實力嘅。但係佢都俾咗個走勢你睇啦，今次個步速咧應該會正常啲啦，咁就俾多次機會佢啦。第10場賽事分析過，跟住就講埋尾場3班1600米嘅賽事。預計會擺前面嘅馬有開心勇區、嘉應勇將、包裝戰士同埋確好勁。咁留意翻臘八村同埋超易穩就有缺貨嘅。預計個步速咧就應該會係偏慢嘅。咁呢場可以話走4、5、6、8、11、13。咁狀態比較突出嘅馬有一起美麗、一定超同埋確好勁啦。咁我都揀咗幾隻馬俾大家參考下。首先係2號嘅一定超。咁晨操睇佢咧就好吸引嘅，隻馬一定係叻噶啦。上次睇落咧佢就跑第5啦，但其實全程佢都好蝕嘅，轉彎係5碟入直路嘅。咁樣睇咧，其實佢跑過第5俾你咧，已經跑得好叻噶啦。今次排翻個3檔嘅，仲用密度落，咁我相信會比上次有更好嘅表現啦。然後就係12號嘅確好勁。以前啲情緒成日都麻麻地啦，而家就閹咗啦。乖啲啦，咁對上2場呢，一場就擺前面跟，一場呢就留後拉到隻馬搶晒口嘅，咁可能騎練呢都揾緊最啱佢嘅跑法啦，咁隻馬呢就開始上力噶啦，幾人安呢今次就應該可以交到個最佳答案出嚟啦。7號開心勇區，貴福特搞得好好啦，上次贏甩晒後邊啲馬啦，咁以前呢淨係贏谷草嘅啫，而家田草都搞掂埋啦，咁唔到你唔服啦。呢個馬房就唔使擔心啦，狀態就一定 keep 到嘅，咁就揀埋佢啦。然後就係1號嘅一起美麗，今季呢一出就跑得近啦，試閘又試得好啦，進度理想啦。今次就俾潘頓跑1檔，咁點都要預埋佢啦。同埋提提大家啦，而家可以開始留意下蔡約翰啲馬啦。咁數據顯示呢，而家開始呢就係佢每一季嘅發力期嚟嘅。咁2場賽事分析過，咁睇下啱唔啱你心水啦。如果想知道我臨場收到咩消息到咩馬嘅朋友，就可以加入我呼風喚雨嘅群組啦。可以睇下我頻道簡介或者發信息俾我查詢翻。咁就下個賽馬日再見，祝大家好運。